来乡亲啊，这个年底选举破百，来到最后的第99天，朝野各阵营拢就战斗的位置相卡联手。全台湾22个县市，民进党乐观来估算，至少会当摕下10个县市。若国民党是要拼现有的14个执政的县市，会当拢来过关。国民党17号正式征调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台中市长罗秀燕争取连任，完成22县市长选战上尾一个斗图。国民党年底选战上强家务准备好势，民进党蔡英文总统团来选战动员令，要求提名21位县市首长参选前做家务，全力拼选战。金北大翻新。带家囝开记者会发表政见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和侯友宜扯拼，不过根据个人民调综合评比，新北市、台中市、新竹县、花莲县、台东县和离岛地区哪赢占大面，另外是伫咧高雄市、台南市、屏东县、嘉义县、平湖县占大优势。民进党这一次的选举，因为中央执政的满意度相当高，所以至少10席以上，尤其是在6都是坐山望四的。不过，伫咧桃园市、台北市和新竹市，随民众党交一战局，拿了就较歹分输赢。伫咧桃园部分，根据山水民调，张善政支持度27.9%，和郑文平26.2%超平手。TVBS 民调，张善政支持度共快是冠军，达到39%，郑文平支持度28%，民众党参选人罗香玲排第3。新竹市林强仁的支持度以27%抢头旗，不过民众党的高虹安刚差一个百分点26%，新惠和嘛以23%落伫了后壁。现在全台一共有22个县市，而国民党在2018年赢得了15个县市，现在还有14个县市执政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力保这14个县市。年底县市长选举剩无到100天，朝野各阵营6都的参选人都已经传好势，要来拼输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